拜六开始就是过年的年假，交通部预估今年高铁运输的高峰是初3到初4，必要时高铁就会启动因应措施，代替含公路卖资源做伙小偷人丁。才拄晓看高铁站平常日就吵，刷来就要过年，袂少人拢会坐高铁回故乡。为着应应春节年假的大量旅客，交通部2日甲双铁含公路运输部门去高铁台中站会勘，提早替过年运输做准备。大概在初2、初5北上的时候，当然会达到19万人次，所以我们依照这样的一个经验呢，我们研判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运能的一个提供呢，可能需要各个运具大家共同来配合。根据高铁公司估计，今年春节预计初3甲初4会上侪人坐，估一日可能有34万3千人，尤其就北咧初3到初5的时，预计会超过19万人。旅客进到我们的车站以后，大概可能要等1个小时才能够搭到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很快的已经启动了，跟台铁、跟我们国道客运这边呢，已经赶快请他们就可以开始派车了。为着避免像2023年中秋节的时，单车民众排到车站外口，高铁除了会照车站单车的人阵用3级灯号管制，也会伫台中设置会所，也拿代替甲公路运输也到资源，提供跨大众运输的应变机制。把我们最近的对号列车，把它增停新屋日站，并加放我们的站票。草马跟这个中心转运站，预备的这个资源车，到时候就会直接拉到这个高铁台中站来做一个支援。交通部表示，春节运输伫高铁会加开381班，台铁也会加开326班，包括台北直接到台中39班对号座位。国道客运逐日会开6274班，会看情形加开车班支援双铁，也会推出90条国道客运路线，会当用平常日的优待或者是原来票价60买，希望加强跨大众运输工具的服务，会当消透要回乡的人丁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